Let's draw today. 生活重复的工作，忙碌而执着，还没看破，梦想先放角落，劝自己先别想太多。终于快到5点，我开始在期待，感觉太阳终于拨开那块阴霾，加班通知总是出现的那么意外，想想其实我早已经习惯被击败。哦，太多事想做，也全都不想做，这个世界慢慢熄灭我心的火，不喜欢个人言语制的生活，被困在2点一线没法逃脱，好希望